乡亲啊，继续来看2022日月潭红茶评鉴的成绩出来了。喜地乡农会用网络直播来宣布着得奖的名单，讲这个品质比永年搁较好。啊，得奖的茶农嘛来分享着因的经验。 2022日月潭红茶评鉴活动成绩已经出啊，虽然件数比去年少，不过品质比永年搁较好。我们也希望说呢，再有今年的那么好的一个比赛结果，希望呢大家对于此我们日月潭红茶能够更有信心。大校正得奖奖，因为茶汤滋味真饱满，连续2年拢是红玉明珠得着奖。得奖的茶农嘛分享因的经验。觉得要做好茶，那个天时地利人和。 每一个条件都缺一不可，天时、天气、地利、土壤，那个是不可改变的。然后像人和，我觉得人和也是非常非常重要。透过比赛提升做茶的品质水准，评审嘛提醒茶农需要改进的部分，希望会当有效提升喜地乡的做茶技术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